多谢以新行政院准行政院长这个杜英泰今日早起公布第三波累过人事名单，这包括经济部长由呢这个历年的专家中华集团的董事长郭志辉来接手。国乐会主委呢，老囝称金管会这个主委是潘金良，公共工程主委是陈金德，所以发展部是黄彦南，国科会主委是吴成文。这个名单出现真侪产业界人士，都是要助攻赖政府开创经济新局面。啊，杜英泰佫特别讲讲，说来伊的报告嘛用这个 AI 来试看卖。生成式 AI 的部分建议，来写成今天这样的内容，这就是一个智慧跟人工的结晶。刚个用上新的科技处理，准各季都用台，虽然第三波公布部会收场，这回 AI 创新类个对焦伫咧财经部会。未来的经济部部长郭志辉郭部长，我也会要求郭部长发挥他在能源产业的专业，确保稳定工业。经成立包括后的企业家来解决台湾欠缺问题。经济部长答应会继续甲高人请教，打击诈骗基地，嘛找厉害人来助天。数位发展部黄彦南黄部长能够站在守护治安的第一线，强化防诈以及隐私的保障。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彭主委是要防治不实的诈骗。或者接金管会主委主管国家发展的国发会主委，是为商界找人才，伊是资深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刘家清，并落实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同时打造创新创业雨林生态系，成为台湾的护国群山。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吴主委53年前，1971年。吴成文主委是阳明国际家户附小世界冠军少棒巨人队的主力投手。公共工程主委是由实在乡里工程掌握基站被动的单金调责任，在今类个名单产业界人士昨天来当这个大政府拍开新局面。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